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愛靈修節目，呢個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同埋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一切嘅建造都始於根基，一座房子無論多麼嘅美麗，如果建立喺不穩固嘅地基上，一遇到風雨就容易嘅倒塌。同樣嘅，教會可以喺好多方面嚟去興旺，但如果根基動搖，一切都會徒然。相反地，如果教會建立喺穩固嘅根基上，就係主耶穌基督，無論面對多大嘅試煉，仍能站立得穩，並繼續為上帝發光。今日2026年5月2日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一齊與作者 Aaron Little 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教會堅固的根基。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記載喺歌羅西書1章18節。自從信上帝以來，我已經與教會同行超過45年。喺呢段嘅旅程中，我見證咗好多嘅改變。我曾喺80、90年代熟悉嘅詩歌旋律中成長，亦逐漸睇到現代基督教音樂嘅興起。而喺近年嚟，教會更係將社群媒體同埋數位傳播視為不可缺少嘅一部分。我嘅家庭曾經喺一間規模中等嘅教會聚會，嗰度能夠滿足咗我哋大多數屬靈嘅需要，有活潑嘅敬拜，合乎聖經嘅教導，亦有好多侍奉嘅機會。過咗一段嘅時間，我哋決定轉向一間新成立嘅教會，並喺嗰度建立更深嘅連結。喺嗰度，帶領者充滿熱忱，呢個年輕嘅教會亦不斷嘅成長。凡係來訪嘅人都能感受到其中嘅不同，呢種嘅不同或許係嚟自弟兄姊妹之間嘅親切同埋真誠。我深信上帝正在喺呢間教會中作新事，能參與其中實在係一種嘅喜樂。然而，一個突如其來嘅變故發生咗，我哋被邀請參加一次特別嘅會議，喺短短15分鐘內就被告知負責該聚會點嘅牧者被突然免職。無需細述其中嘅細節，但係呢個消息令我極其嘅震驚。原本熟悉嘅關係忽然變得陌生，曾經擁有嘅安全感似乎亦隨之崩塌。呢種嘅失落遠超過我嘅想象。然而喺接下嚟嘅日子裏，一件奇妙嘅事情開始發生。原本只係停留喺表面來往嘅弟兄關係，竟逐漸變咗更深。我哋彼此分擔憂傷，彼此扶持前行。嗰啲過去只係點頭之交嘅人，如今成為真正嘅朋友。從前我哋談論教會嘅合一，或許只係一個概念，但如今卻親身經歷呢份嘅合一，係出乎人意料嘅。亦正因咁樣嘅經歷，歌羅西書1章18節嘅經文，對我嚟講，比以往任何嘅時候更加嘅活潑。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使徒保羅寫呢段話俾歌羅西教會時，佢並唔喺佢哋當中。當時教會正面對假教師嘅錯誤教導，呢啲教導削弱咗主耶穌嘅地位與獨一性。保羅堅定嘅宣告，耶穌基督係萬有嘅中心，無論係創造、救贖、教會，仲係每一位信徒嘅生命，因為佢係教會嘅頭，佢能保守教會經歷最艱難嘅時刻。有時上帝允許動盪發生，係為咗潔淨教會。當一個機構或者事工崩塌，當領袖或者同工喺信仰上跌倒嘅時候，留下嘅係啲乜嘢呢？係退後，定係信心中更進一步呢？作為基督身體上嘅肢體，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喺試煉中持守忠心，無論係教會遭遇任何嘅衝擊。希伯來書12章28節
勸告我哋。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嘅國，就當感恩，照神所喜悅的，用虔誠敬畏的心侍奉神。呢段嘅經文提醒我哋兩個態度，第一就係感恩，我哋應當感恩，因為我哋屬於一個永恆嘅國度，冇任何事物能夠摧毀佢。第二就係以敬畏的心侍奉神，使他喜悅。呢個就係話我哋嘅侍奉唔係為咗自我表現，而係單單為咗討上帝嘅喜悅。好多基督徒喺面對批評、衝擊或者試煉嘅時候退後，或許正係因我哋冇以敬畏嘅心侍奉，或動機並非係討上帝嘅喜悅。咁樣嘅真理不僅喺教會困難嘅時候俾我哋鼓勵，亦同樣安慰嗰啲喺生活中面對挑戰嘅人。當你破碎、憂傷或感到迷茫嘅時候，請記得耶穌基督萬有嘅元首仍然掌管並與你同在。佢係歷世歷代教會嘅磐石，亦係我哋每一個人嘅穩固根基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親愛嘅上帝，你係教會同埋我哋生命穩固嘅根基。當世界動盪嘅時候，求你提醒我哋係屬於不能震動嘅國。求你幫助我哋唔好要懼怕，反而剛強壯膽嘅去侍奉你。亦求你使用我哋嘅生命，成為帶嚟合一、建立你身體嘅器皿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嘅聽眾，當教會經歷試煉嘅時候，上帝仍然係頭；當人改變，甚至領袖跌倒嘅時候，上帝卻永不改變。即使你感到迷茫，佢仍然掌管一切，因為耶穌係元首，我哋可以確信冇任何事超出佢嘅掌權。因此，讓我哋繼續忠心而活，全感恩嘅心侍奉佢，討佢嘅喜悅。要知道喺教會嘅動盪或你個人嘅人生暴風雨中，上帝都在帶領，並藉着呢一切，使到我哋嘅信心日益成熟同埋堅固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主耶穌，或你有任何難處顧慮，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網址留言，或電郵至 chiase@1v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盼望可以與你聯繫。